大家好，今日講下喺日本遇到意外受傷之後去急症室嘅經歷。件事係咁嘅，我3月頭呢去日本嗰陣時就由樓梯嗰度跌咗落嚟，咁頭同面兩隻腳膝頭就受咗傷，流咗唔少血。咁我勉強就撐住起身，走咗去附近嗰有間 Big Camera 嗰度求救。好在喺嗰度啲職員呢就幫我叫救護車，然後救護車就將我送到我10年前曾經去過嗰間醫院嘅急症室，做咗腦部同頸部嘅 CT， 兩隻腳再照 X 光，確定咗冇腦震盪同埋骨折。敷咗藥之後，嗰晚就可以先返酒店休息。但係因為頸嗰度有一節骨懷疑有斷裂嘅現象，咁就所以第二日要再去醫院嗰度睇整形外科，安排咗做 MRI 檢查。最後醫生就確定咗頸骨就冇任何斷裂，冇乜大問題之後就離開啦。咁呢個呢，就係我今次喺日本入急症室嘅經過。我覺得呢，喺日本睇醫生有幾個特點嘅。首先第一樣嘢呢，就如果你真係緊急嘅情況，咁又喺東京咁樣嘅大城市裏面呢，就完全唔使擔心話要咩介紹信轉介啊，或者話佢醫院嗰度唔收外國人呢啲問題嘅。好似我咁樣呢，以前曾經入過日本嘅醫院。咁就仲有一張叫診療券，即係一張病人嗰啲卡咁樣嘅嘢。咁救護車呢，一見到就會優先送我去同一間醫院，因為嗰度就會一直保留我以前嗰啲病歷嘅。咁第二樣嘢呢，就唔使擔心話外國遊客會俾人收2-3倍醫藥費呢個問題。除非你係要翻譯服務。咁好似我咁樣去急症室，淨係做基本嗰啲敷藥啊，呢啲治療，再加上頭部、頸部嘅 CT，第二日仲去睇專科，再做一次 MRI。咁2日嘅醫藥費，仲要喺冇日本嘅國民保險嗰個情形底下，總共都係15萬日圓左右嘅啫，大概就港紙8000蚊。咁啊，當然比香港嘅公立醫院就貴啦，但係比起香港嘅私家醫院嚟講，應該仲會平一啲。我就上網去查過，嗰啲話會收外國人2倍或者3倍醫藥費嗰啲醫院呢，其實都係有專門嘅翻譯服務。咁翻譯本身呢樣嘢就唔會平㗎啦，尤其醫療專業呢方面嘅翻譯呢，就更加貴嘅。甚至咧可以比原來嗰啲醫藥費貴1-2倍都唔係好奇怪嘅啫。咁啊，最後結果就係話變成喺日本睇醫生咧，個價錢就要睇你日文程度點樣啦。可以話語言先至係喺日本睇醫生嗰陣時最大嘅難題嚟。最好當然本身係日文好啦。咁如果唔係咧，就揾一個日文好嘅朋友一齊去。又或者可以試下用嗰啲翻譯軟件啊，或者係 AI 睇下可唔可以溝通得到啦。咁整體而言呢，日本嘅醫療服務除咗語言問題之外，其實都係好好嘅。唔單止話個醫療水準好高啦，而且係嗰啲醫務人員嗰個服務都係好有效率，態度亦都好好。尤其係做 CT 啊或者 MRI 呢一類檢查嗰陣時咧，佢哋係特別細心嘅。不過最後呢，到咗要俾醫藥費嗰陣時呢，就有啲要留意嘅地方。咁啊，除非話保險公司可以代你支付嗰個醫藥費嘅啫，否則如果要自己俾醫藥費嘅話，咁除咗現金之外，就好少可以用到支付寶啊、微信支付呢一類嘅電子支付嘅。而且信用卡呢，有時候都係唔收冇密碼嗰啲信用卡。咁香港嗰啲發嗰啲信用卡呢，就大多數都係冇密碼嘅，咁就有可能係唔用得嘅。
銀聯卡支付嗰陣時咧就有密碼，所以反為係可以用到嘅。咁我其實今次咧都係最後用銀聯卡嚟到俾錢嘅，匯率咧計落仲要比信用卡低啲添。咁今次去日本急症室嘅情況大致上就係咁樣啦。我嘅總結就係，如果去日本旅行，萬一不幸病咗或者意外受傷，都其實唔使太擔心。最重要係解決到語言溝通呢方面嘅問題，仲有身上面咧一定要帶足夠嘅錢，一定咧就要帶一啲現金㗎啦。信用卡同埋其他各種嘅提款卡嗰啲咧都最好帶齊。咁樣去醫院求醫嘅話，都唔會話好難嘅啫。當然最好都係凡事小心，唔好搞到去醫院啦。好啦，咁下次再見，拜拜。